继续关心中国和菲律宾伫南海的冲突，即马又搁加悬。这是中国的解放军伫海军和空军驶经过菲律宾的巴西兰海峡，这是互菲律宾是真火大，批评中国亲门大户。不过中国是强调，因并无违反国际法，嘛批评菲律宾外讹。中菲南海竞争相关，也相关印太区域局势紧张。共军南部战区顶日派出海空兵力绕过菲律宾腹地巴西兰海峡，互菲律宾是起家钓卡当地抗议，强讲符合国际法甲国际实践，反抗菲律宾是污蔑操作。内底注意的是，共军南部战区伫春节期间一直都有动作，前往黄岩岛战备警巡。即摆强南驶过巴西兰海峡是国际海上重要通道，长大约30公里，上下只有15.7公里。倒边是苏禄海，这边是西里碧树海，位伫菲律宾腹地。学者分析，中共用炮艦外交出动军舰军机，带动作反制菲律宾。最近逮捕几项名亲像中国间谍。不只是所谓在这种近海的这个运作，在第一岛链，他就希望能跨出第一岛链，甚至到所谓第二岛链的这种运作的方式，展现他这种所谓远洋作战的一个能力。其实菲律宾跟中国假如发生什么冲突的话，当然在台海绝对会影响到台海，台海跟南海是息息相关。学者分析，南海经济牵动台海情势，中共即摆展现南海军事混大野心，也利用远海导航，目标突破第一岛链，也互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区域国家要提高警觉。另外，负责对台主战部队的东部战区顶日发布火箭军实弹升空的影片，恐吓意思真高。国防部初时发布，征集共计11架次，其中4架次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，结合共南6架次出入台海，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